山登来台湾来看震大的消息，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有要选总统无？进前提出着国民党的郭台铭讲，伊当咧等国民党的做法，但是要选总统，根据着国民党的规定，自动来退党者，4年后才会当恢复党籍。恢复党籍了后，爱过4个月才会当来参加公职人员的初选。所以郭台铭上紧嘛要到今年的9月份才会当来恢复党籍，可能赶袂到国民党的初选。国民党是毋是会为着郭台铭另外搁来设规矩呢？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等南投立委的补选了后才来讨论。另外，朱立伦嘛讲，2024年希望会当组一个非力大联盟。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今仔日有去参加国民党的新春团拜，是毋是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有可能的合作呢？嘛，互大家尽力讨论。谢谢。国民党新咧县党部新春的团拜，大家共款关心哪赢2024年总统的候选人。现在我在等国民党的这个，他有一套办法哦。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若要参选，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依照国民党当初定的钟小平的条款，自动退党者必须4年后才会当恢复党籍；第二是依照党内公职人员选举提名的办法，恢复党籍要4个月才会当参加初选。代表讲要参加大选已经袂赴啊。这嘛，和国民党敢会阁替郭党来开直例，引起外界关心。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来团结支持国民党，或团结加入国民党。主席一直在说要组成非绿大联盟，应该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程序，或是相关的这个规定。郭台铭爱将民众党籍新竹市长高虹安嘛，伫今日出席南营新竹市的团拜，和这个南北合作，引起真侪联想的空间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